来关心台南市即马处理粪扫的量无够，逐工拢敢有450吨的粪扫无材料处理。有民意代表即马就要求爱增加焚化炉，也毋过环保局是表示，目前台南有2个焚化炉拢在活化，按算民国115年会当完工，到时就会当有材料来处理这粪扫。也毋过嘛认为讲，要处理粪扫，应该对源头粪扫减量才是重点。 台南城西掩埋场内底一包一包粪扫，小消灭完，只要先放起来，等日后才处理。台南市逐工的粪扫量大约1,800吨，目前一工干有材料处理1350吨，逐工得加450吨伫遐咧囤。有民代就要求加设焚化炉，嘛有人建议讲，规气找别县市来斗烧，安尼较紧。咱即摆拢大包，每日大包面哦，放伫遐嘛，等于嘛是爱烧嘛，所以我是感觉溪北爱起一个焚化炉。 我想这是缓不济急的一件事情，应该是要加强去宣导垃圾的减少。事实上，台南市已经有找各县市来到处理这粪扫，一年大约3.5万吨，不过也是无够。环保局强调，目前城西焚化炉继续在改善，按算2026年，一年会当搁加处理10万吨的粪扫。现阶段是民众爱减少粪扫才是重点。那目前台南市已经在签约新建更新炉，依据115年可以完工。那我们本市的部分。 来进行垃圾的打包。那预计在这段过程期间，如果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之后呢，在115年之后，那我们的垃圾处理量呢，每年可以增加10万吨。无啊，即摆人捡的较少啊。哦，人捡的较少就对哦。因为讲吼，介绍歹，嘛应该积个。啊，搭苦啊，我问伊啦，你要捡安那啦？ 都希望民众会当好好分类，不过现实就是回收的计小歹，民众无愿意回收。目前台南市无材料烧的粪扫已经接到30万吨，恐计爱烧20年才会当收了。不过若讲搁要去焚化炉，又搁是大工程，短期内粪扫处理问题，恐计也是未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